紅姐你好，係，李欣你好。咦你而家咧翻咗嚟香港有3日嘅演出喎，可唔可以同觀眾講下係演啲咩咧？好首先好多謝我一啲朋友啦、學生啦，佢哋幾個俾咗個好好嘅機會我，能夠俾我做呢3日嘅演出。咁亦好多謝旭哥啦、龍冠天先生啦，同埋邵明啦、洪海啦，同埋澤文鼎力支持。咁好多謝有康哥啦、梁偉康先生啦，同埋傅樹旺啦、安晴啦、詹浩峰先生啦，咁一齊我哋大家一齊去做一件咁嘅事嚇。咁就我哋係準備係5月1號我同海哥啦，同澤文啦就做呢一個洛神洛神嘅雙生嘅嚇。咁咧就2號咧，我就會同龍冠天先生旭哥咧就做呢個紅菱考破無頭案，係啦。咁我平時都多做一啲苦情悲情斯文戲咁我都希望做一啲唔同性格嘅角色，咁所以我就今次就選咗呢一個紅菱考破無頭案嚇。咁第3日咧就係日場嚟嘅，咁我同邵明咧就係做呢個梁祝嚇，咁就係呢3日嗰個情況就係咁。阿紅姐，咁而家開咗票房未啊？開咗㗎啦，賣緊㗎啦嚇！我希望得到大家嘅支持啦、捧場啦，咁你哋就可以喺網上同埋可以打電話去訂飛，